攻击万天佐失去一着。这个时阵的气冲冲，体力中心了。现在在这个大树下闭目待毙。这个时阵，万天佐已身披着招。 大树给打断，压住了森林老者急匆匆，以闪电飞行飞射现场了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别啊别啊！老兄弟啊，你先啊，老兄弟啊，过边呢，黑边呢，大树这大树赶紧扶开呀，无得事啦。哎呀，事情不妙。 哎呀，这是安怎呢？唔卖转，不转也罢，给你误会啦，误会啦。老兄弟啊，老兄弟啊，你先咯。青海强之主，他个人红万天座气咁啊厉害，我命将完了。好个嘞，你赶紧去找雷公，请雷公来个拯救，我去找雷公也罢。 我甲你扶来就是了嘿，我较啉来哈，雷公也没来啊，老兄弟啊，可怜啊，可怜啊。43，雷公果传遗德，特别进行伊伫高知国最干最凶的木口一白番。南门关到负责来，负责正房所在，袂使有别人来惊扰。假使有人来惊扰，侦查袂准，安尼这个人的性命就无多人解救哦。 讲法咱嘛是有道理，赶紧甲斗虎入去啊！嘿，我看这个雷公啊，把迄个身上的身躯甲当作解剖的实验品。相爷，那伊会好就好；假使那伊袂好，雷公伊也袂活啦。讲啊，我再讲啦，那雷公这人我哪互你袂惹你啦？对。 明明是请鬼来这摕药单。喂，雷公嘞，雷公嘞，雷公嘞，雷公倒去，雷公倒去，要有紧的代志啊，赶紧的，赶紧要来救人。哼，你敢是解救王平迄个贵宾的？对，恁这乌鲁木齐阿萨布鲁阿里不达，赶紧的甲救雷公出来。贵宾的，天堂有路你唔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，哼。 我这是技术阿萨布鲁啦啊！来你啦，为我来甲结果单挑。来吧来吧，试恁爷爷这部龙梗马。顺风机关使用9毒粉。哎呀，什么物件？啊，袂好咯！叫走，人叫走来呀！别对，小转嘞，你也莫去伤对，迄对到尾去拄着乌白两道。什么？乌白两道？唔是会去拄着乌白双叶，迄当阵啊，恁就拢招好势。我甲你讲，咱若是看守本基地，迄保护双叶的安全较妥当了。好斗水家讲得真有理。这个贵宾的一旦甲中9个毒粉，我看中途死了。来你咯，严守总金楼。 你唔通咁样倒落去呢？倒落去都无意思。我这个街面的雷公拍袂死一条的硬汉，硬扁扁，唔通倒落去。哎呦，啊，我要倒落去咯。是要甲伊救回。 喂，你是想一剑定生死，真命？多谢啦，你帮我不？
我就是一条的硬汉，叫做硬扁扁假面三郎。假面三郎过去捌听你的名啦。你硬扁扁若无拄着我这个真名的，你就软烧烧。哈哈，多谢。可是我一个人活在世间，另外一个人死到阴府，真是问心有愧啊！啥人死？森林哪吒听说了。不一定我有可能通解救，所以我来甲看卖你吧。你要甲看卖？这路仙丹庙有无可能解救的患者，只有雷公才有可能啊！无的确啦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每一个人秘诀，我来甲看卖你。可是呢，咱有一个条件交换，什么条件？最近王平这个钦差命令你要缴械，要我祖上传流一口7000宝剑，若是甲我缴入这个官府。安尼我就真不服啊！所以我来当医治森林哪吒呢？这个7000剑爱我自由使用。什么啊？你讲这个犯法的代志，哈？你对钦差大人的部下讲这款犯法，就是真无礼啊！要无是变怎？先救人救的话，再搁讲啊！好了好了，行了行了。天公地公上界公，土地公佛祖。森林哪吒，我看你稳当会翘起啊！这个过敏的哦，平时是安尼哦，足过敏的。啊，讲这个要紧事，安尼迟拢无来，稳当是走去啉一杯啊！老兄弟啊，你就快啉啦你啊，老兄弟啊！雷公啊，你唔着赶紧来，雷公啊！金公文明之神，文明之神啊！人生运命多风霜，啥人多谢，这包邮标签多谢。只有境界爱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使哇！提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意志向前冲。唔通好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地主将兵，你的金色良言吼，我拢记在心头啦。寒冬过了有春风，唔通来轰动。你啦，我袂放动啦。做人境界爱坚强，自然无创伤。嘿，我绝对坚强，我无悲伤，我真快乐。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意志向前冲。对啦，冲嘞，哈哈。唔通好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对，我绝对向这个恶的运命挑战。我都听着，所以人生就是要以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为立身的基本，绝不容许以霸道、极权、暴力做处事的工具。地主说你强听。青海江的暴徒来福来四方，你要暗算为文明之神。徒弟，世上最勇敢是啥物？你会记得吗？会啦，你昨甲教迄我会记得哦。世上最需要的勇敢，毋是英雄式的勇敢，乃是极心上的勇敢吗？君子十戒呢？君子十戒哦，忍耐2字不可离他，凶恶强暴不可侵他，怒中之言不可助他，过去冤仇不可计他，官税钱粮不可欠他，基础根源是要修他，野道邪教不可信他，知书达理不可轻他，轻欠2字不可忘他，食虾嫖赌不可学他。你也牢记在心咯吼。虽然你知影10戒，可是世间人往往言行相违。
一句话在咧讲：言多非难，行之难；知过非难，改之难啊！希望你必须言行并进。弟子不敢不遵。喂，兄弟啊，文明之臣是天下大善人呢。这个囡仔以后也是世上可造之才，唔通该杀害啊！我看咱来收兵了。改头换面，改头换面。走走走。徒弟，你考之前上过孝子的故事吗？希望老师你讲一个好听的故事给我听。安尼好，我就讲这个孝子大顺的故事给你听吧。上古的时代，有一个孝子姓姚，名中华。伊生来天性真孝顺，伊的父母是全然唔捌礼仪的人。还佫有一个小弟，名叫做枪。这个枪竟是傲慢无敬爱行长的一个少年。伊虽然生在这种无好的家庭，但是伊的心中绝对无丝毫存着怨恨之心，仍然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呀。当这个孝子姚中华在罗日无缘的情形下，默默经营，希望将来有所收获。伊在经典的时阵，伊的仁慈孝心感动上天，上天就派大象、飞鸟来帮助这个孝子姚中华经典。大象用着软润长片，用强壮的身躯来帮助伊拖犁拖车；飞鸟用着伊尖锐脚爪来帮助伊掘草。姚中华孝顺传遍了各乡里，大家都知影，大家都讲伊是一个最孝顺的青年呐。这个时候的皇帝尧帝年纪接近老迈了，伊看这个儿子弹珠不孝，终日饮酒作乐，不读诗书。皇帝尧决心得要物色一个好青年来继续着伊的地位。当尧帝来到姚中华经典的所在，看见动物甲飞禽帮助姚中华经典，感觉奇怪，所以叫着随从询问乡里的老百姓。随从问了后回报，大家都讲这个姚中华是至孝的青年。姚中华的孝心感动尧帝，尧帝就将天下让姚中华。不但如此，将着伊长女吴红甲次女吕英配他为妻。这个姚中华就是牛朝的皇帝，叫做大顺。我所讲这就是大顺孝子的故事啊。真好听，真好听！哈，我要做一个孝子，我绝对要做一个孝子。是啦，徒弟。所以一首诗传遍在天下人伫咧念。西话，你教我念啦嘿。好，对对敬春枪，纷纷敬草琴。需要定地位，孝感动天心。会记得吗？会啦会啦。念看卖。对对敬春枪，纷纷敬草琴。需要定地位，孝感动天心。徒弟果然有日日不忘的天才，为师非常的欣慰。师啊，我要去找我的义父先草王啦。明仔载照这个时阵，小道会来遮听教。好，明天唔通迟到。我知影，过时了。徒弟是一个天才神童，可造之才啊！然是文明之神的良方济世，哪有命既死了？就是安尼，我文明之神唔是干那讲救你尔，还救千千万万的人啦。老兄弟啊，你敢知影这个文明之神是什么人？文明之神非常的神秘，唔通老实伊根基啦。这个人是天下大善人，哟，大善师。是啊。系啊，我想着啊，原来讲我一个后生哦，你甲过咧先头地打，一打唔知安怎，我无赶紧来甲找看下要哪样哩。等下，你所伫咧讲这个小孩童，什么人的囝你知？就高知国嗰个拍天枪南门雕之主。南门雕是谁？你知影？南门雕原来就是南门雕了。哎呀，先草王有所不知，
南门雕就是神秘凶手金家玄良的本人，金家玄良就是南门雕的化身。这个人有相当人格，虽然伊凶如恶魔，但这方面亲王基主你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呢。吼，安尼哦，是啊，迄实在有影有够神秘都对。来咯！哎，过敏的好啊，你是安尼夸夸张？我讲互你听啦，即马这个人讲要来救治着伊气冲冲，唔免啦，人的运命之神老早就摕我来都好势啊，你呢？我讲你听，这个人我叫伊搅害，也唔肯搅害啊，所以阮两人可能发生一场争斗。我跟你讲啦，最好你这个兵器缴起来，这是大人钦差之命呢。啥物？这口七星剑是我护身之宝，绝对袂当交出。假使你若是用国法来保护你的性命，就是永远的保护；若是用武力，袂当确保你的性命安全。啥物？我要交七星剑。除非你的剑术高我一着。好，先朝王跟老前辈，你两人做公道的评判人啦。我该比一个看卖咧。唔免比啦，还比落到地路真凄惨啊！你咧？小等咧。义好相争比你凶呢。所以这款想法就是自毁其身啦。国法就是国民的，唔是皇帝的呢。所以违法就是叫做犯众。犯众者必亡啊！兄弟啊，头拄仔金王主讲了，你感觉安怎？我认为伊所讲的至理。好，我愿将七星剑交予你吧。哈哈，哪想就哪奇怪！我讲遐尼多，你都无甲采纳，金王主一个讲几句啊，你就耳啊啪啪啪交出着你七星剑，到底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一言一中，千言无用。吼。一言一中，千言无用。哼，不言也罢。金王主啊，你来这是要进行什么工作？我都要去拜访这个麦孔明，解开运命之神，互我这首诗的谜底啊。安尼就好关系啊，你咧？是啊，各位过时咯。爸，我回来了。我头拄仔在烦恼呢。你去倒位？一言难尽，我去见阮师傅好，伊甲我教真多呢。哇，真好真好！你明仔载吼，都唔通迟到呢，爱照时间上学。嘿，今日准备啦，赶紧的来去过天草地。好，来过天草地了。一夜北风寒，万里丹魂河，空中雪乱飘，解尽江山旧。仰面观太虚，疑是玉龙道。纷纷人驾飞，轻客遍宇宙。等，麦孔明啊，你那吟诗哦，我怎爱听呢？千心魔有何指教吗？我唔敢。通安尼讲，你在我以上，不在我以下呢？这个人点样交代啦？这就是迄个麦王主因大兄大王主啦，迄偌可怜呢？迄叫我咧干上莫可哦，进来迄个地牢内面哦，经过2、3讲话，目睭煞生霉散落去呢，变成一个软糖啦，算物件咯呢。好佳哉哦，就是迄个魔法性的，迄个盖棺论定阎王神甲定出来呢，伊若无，我好啥你呢？这就是我的徒弟的大兄嘛，徒弟哪里？大王子教伊啦。王兄，你又安怎样这般的可怜呢？来，唔免悲伤，赶紧到府内中准备方解治疗。王兄啊！我这边来去麦孔明祝恁相买，母林相买，早前会当完成这个度量的工作，我心气硬。参见老前辈麦孔明。金王子，来者好事。我这首诗这个就是运命之神给我的啦。我都唔知影内面的谜底啊，希望你甲我解开谜底。进上来。在此。好，你听来。运命之神这首诗的含义是三个人爱合力的意思。3个人。是啊，知识运而人，
金色强如地，白色明如勇，合者应万变，可破千下中。这个紫色就是指我的徒弟白王子朱霹雳，金色是指你金王子，白色就是指这个虎王子白金铁刷。合者应万变，可破千下中。恁三人合一，写到妖龙就会灭啦。所以呢，我的徒弟伊的功夫也已经进步到这个无极上升的阶段，可以跟你合作。你赶紧找找虎王子，同我的徒弟三人合并进行多量的工作。可是呢，需要三人三宝合一啦。哈，前辈三宝是啥？三宝是七宝多量剑、降龙秘籍，甲这个摇龙谱。啊，降龙秘籍就是阮师傅的吗？啊，这部多龙剑现在敢若像伫这个壁中壁的掌中。是啊，最困难就是摇龙谱。这本的摇龙谱可能是落在靖海公主万仙祖之手啊，所以爱相当有好办法，才会当提出摇龙谱。首先去找找这个虎王子白金铁刷吧。好，过时。老师，我也特别来去。小心为要，地主也过时。便到这入内中，看过大王子指南英就是啊。金王子、白王子、虎王子三个人第一次会合，恁三人特别进入靖海宫，使出降龙破路。这个人蛮个咋？运命之神担任自己在原来地点，特别等候伊的徒弟神童南门阁来学习。这个时阵，金甲玄龙奉令特别暗杀这位运命之神，东龙之探就成记号。神童南门阁看到金甲玄龙台湾雷霆之怒，特别报杀出之仇，挥出2记传金钉，特别射杀神秘凶手的金甲玄龙了。极中极！这局伊的变化如何？请看续集便知分晓。